如果你放假辛辛苦苦過關去深圳或者珠海，諗住嘆反餐靚嘅無骨燒肉，一啖咬落去，啖啖肉好滿足。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你食緊嗰塊所謂嘅無骨靚豬肉，分分鐘係用一堆碎肉加啲化學膠水，好似砌拼圖咁樣黐埋一齊嘅合成豬，你仲食唔食得落？冇錯，今日我哋就要大踢爆，揭開呢個近期喺網上傳到熱烘烘，好多港人北上都可能中過大伏嘅膠水肉陷阱。大家一定要留心聽，因為呢個陷阱隨時就喺你身邊，甚至你上個禮拜想去食嗰餐飯，可能已經將呢啲科技與狠活食咗落肚。自從2023年全面通關以嚟，每逢週末或者長假期，成千上萬嘅香港人就會湧上深圳、廣州或者珠海去玩。大家北上嘅主要原因，除咗係因為匯率吸引，覺得買嘢抵啲之外，最大嘅誘因肯定係食好嘢。內地餐飲業百花齊放，由街頭小食到高級酒樓，花樣多到令人眼花撩亂。但係當大家都沉醉喺30蚊一大碟肥牛、50蚊任食燒肉嘅喜悅之中，其實背後隱藏住唔少大家未必知道嘅飲食業潛規則。最近關於膠水合成肉嘅新聞不斷爆出，特別係針對一啲標榜無骨、後切但價錢又平到極點嘅肉類菜式，好多人以為自己執到寶，其實係跌落咗人哋精心佈置嘅消費陷阱。要明白呢個陷阱，我哋首先要了解究竟乜嘢係膠水肉。其實所謂嘅膠水，並唔係我哋平時用嚟黐紙嗰啲文具膠水，而係一種叫做谷氨酰胺轉氨酶嘅食品添加劑。呢種酶聽個名好似好複雜、好化學，但其實佢最初係由微生物發酵提取出嚟嘅。佢嘅作用係乜嘢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可以將蛋白質分子緊緊咁樣連接埋一齊。喺食品工業入面，呢種酶已經合法使用咗好多年。最初佢係用嚟改善一啲麵食或者肉製品嘅口感，等啲肉丸彈牙啲，或者等啲火腿切出嚟靚啲。從科學角度嚟講，呢種轉氨酶本身係蛋白質嘅一種。當佢遇到高溫烹調嘅時候，大約去到攝氏60度至70度以上，就會失去活性，失去咗作為酶嘅作用，然後被人體消化吸收。所以如果單純講呢種添加劑本身，只要符合國家安全標準，喺合法劑量下使用，對人體係冇直接毒害嘅。但係問題就出喺一啲不良商家點樣去濫用呢種技術。大家試諗下，一隻豬身上真正靚嘅無骨肉，例如梅頭、豬頸肉或者里脊肉，佔全隻豬嘅比例有幾多？數量有限，價錢自然就貴。但係一間平價烤肉店或者火腿廠，如果日日都要供應大量嘅無骨靚肉，成本根本就控制唔到。於是有啲供應商就諗到一條發達大計，佢哋會去收購大量平價嘅邊角料、碎肉，甚至係賣剩嘅下欄肉。呢啲肉本身因為形狀、岩糊、大筋、大膜，根本賣唔起價錢。平時可能只係10幾蚊一斤，甚至幾蚊一斤。然後佢哋將呢啲碎肉放落大滾筒入面，加入水、調味料，最重要係加入我哋頭先講嘅谷氨酰胺轉氨酶，即係肉類膠水。經過幾個鐘頭嘅攪拌同醃製，呢啲原本互不相干嘅碎肉就會產生化學反應，蛋白質分子互相糾纏，跟住工人會將呢啲黐立立嘅肉泥塞入啲大膠管或者模具入面，加壓定型，然後放入冰櫃急凍。經過12個鐘頭甚至24個鐘頭嘅冷凍之後，神奇嘅事情就發生啦。當呢啲肉卷從模具攞出嚟，用切肉機一砌，出嚟嘅竟然係一塊塊圓形、厚實、看似紋理均勻嘅靚豬肉或者肥牛。呢啲所謂嘅合成豬，如果唔仔細睇，普通消費者根本分唔出真假。佢哋會被包裝成頂級無骨豬扒、特級雪花肉，去批發俾各大餐廳，價錢可能只係真肉嘅1/3，甚至更少。餐廳入貨平咗，自然就可以用極低嘅價錢吸引食客。例如99蚊無限追加無骨燒肉，大家覺得好抵食，食得好開心。其實食緊嘅可能全部都係碎肉拼圖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既然你話至微加熱之後就冇害，咁我煮熟啲合成肉嚟食，又有咩問題呢？最多咪當食肉丸？錯啦，問題絕對冇咁簡單。合成肉最大嘅隱患，並唔係嗰隻膠水，而係衛生同細菌問題。我哋平時買一嚿完整嘅原切肉，細菌通常只會附着喺肉嘅表面。只要我哋將表面煮熟，煎到金黃色，基本上就可以殺死絕大部分嘅細菌。所以牛扒可以食3成熟或者5成熟，但係合成肉係由無數塊碎肉黐埋一齊嘅。呢啲碎肉喺處理、運輸同堆積嘅過程中，每一塊碎肉嘅表面都已經沾滿咗各種細菌，包括大腸桿菌、沙門氏菌等等。當呢啲碎肉被膠水黐成一嚿大肉嘅時候，原本喺表面嘅細菌就全部被包裹咗喺塊肉嘅正中間。
如果呢塊合成豬肉被送去火鍋店或者燒肉店，而你又因為心急或者覺得燒肉唔好燒得太老，只係將表面燒熟就食落肚，咁就大件事啦。發育中心嗰啲細菌因為未經過徹底嘅高溫殺菌，就會直接進入你嘅腸胃，輕則肚痛、肚屙，重則引發急性腸胃炎或者食物中毒。呢個就係點解有啲人北上食完一餐好平嘅火鍋或者燒肉之後，返到香港就即刻要睇醫生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。好多時大家以為係水土不服，或者以為係啲生冷嘢唔乾淨，其實元兇可能就係嗰塊你以為好靚，但內裏暗藏殺機嘅合成肉。除咗衛生問題，營養價值亦都係另一個大打折扣嘅地方。為咗令到啲碎肉更加好食，重量更加重，生產商喺製作合成肉嘅過程中，通常會加入大量嘅水分、補水劑、磷酸鹽，仲有各種香精同色素。一塊合成肉可能有一半嘅重量都係水同化學添加劑。你以為自己食緊高蛋白質嘅靚肉，其實係食緊一肚嘅化學調味料。長遠嚟講，攝取過多呢啲無謂嘅添加劑，對肝臟同腎臟都會造成負擔。而且呢啲邊角料碎肉本身嘅肉質同營養就唔及正常部位，有啲甚至可能混合咗唔同種類嘅肉。例如網上曾經踢爆過，有啲極平嘅合成牛肉，其實係用鴨肉碎加上牛脂同牛肉香精合成出嚟嘅。你以為食緊牛，其實食緊鴨。呢種掛羊頭賣狗肉嘅行為，完全係欺騙消費者。咁到底身為精明嘅香港消費者，我哋北上覓食嘅時候，點樣先可以避開呢啲膠水肉陷阱呢？其實只要大家掌握幾個關鍵嘅辨識技巧，就可以大大減低中伏嘅機會。第一招就係要睇肉嘅形狀同外觀。大家要知道，自然生長嘅動物肌肉嘅形狀係唔規則嘅。如果你去到一間餐廳，見到上台嘅豬扒、牛扒或者火鍋肉片，每一塊都係完美嘅正圓形或者橢圓形，邊緣好似用圓規畫出嚟咁齊整，而且每一塊嘅大小、厚薄都完全一模一樣，咁你就要提高警覺啦，因為原切肉好難做到每一塊都係標準圓形，通常只有用管狀模具壓製出嚟嘅合成肉卷，先至可以切出咁完美嘅形狀。第二招，要仔細觀察肉嘅紋理同脂肪分布，真正嘅原切肉肌肉纖維係有一致嘅走向，瘦肉同脂肪之間嘅過渡係自然嘅，即使係好靚嘅雪花肉，脂肪嘅紋路都會好似大理石咁樣自然交織。但係合成肉呢？因為係碎肉亂咁黐埋一齊，你仔細睇會發現佢嘅紋理係雜亂無章嘅，有啲纖維打橫，有啲打直，而佢嘅脂肪好多時同瘦肉係界線分明，甚至好似一塊肥肉硬生生咁貼住一塊瘦肉咁，感覺好唔自然。如果係用鴨肉扮牛肉嗰啲，更加會見到脂肪顏色唔同，因為牛脂同鴨肉嘅顏色對比係好突兀嘅。第三招就係實戰測試，睇下煮熟之後嘅變化。合成肉因為係用膠水黐埋，雖然生嘅時候睇落好結實，但一遇到大滾水或者喺燒烤爐上面燒得耐少少，嗰啲膠水蛋白質受到長時間高溫破壞，塊肉就會原形畢露。如果你夾起一塊火鍋肉片放落湯度淥一淥，攞上嚟嘅時候發現佢中間裂開，甚至斷成幾截，又或者燒肉嘅時候塊肉一夾就散，毫無彈性。咁呢塊有99%都係合成肉，相反，真正嘅原切肉，就算煮得再耐，肌肉纖維都係緊緊相連嘅，頂多係會縮水變硬，而絕對唔會無啦啦解體。第四招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招，就係要保持理智，唔好貪小便宜。一分錢一分貨，呢句說話喺餐飲業絕對係永恆嘅真理。大家北上食飯之前，不妨先了解下當地嘅街市物價。如果而家新鮮豬肉嘅批發價都要幾十蚊一斤，但係一間裝修靚靚嘅商場餐廳竟然可以推出20-30蚊一大碟嘅無骨靚豬肉，或者50-60蚊無限任食嘅燒肉放題，你覺得佢哋點樣賺錢？扣除租金、人工、水電、食材嘅成本，仲剩返幾多？商家係打開門做生意，唔係做善堂。當價錢平到一個唔合理嘅地步，佢哋就一定會喺食材嘅質量上做手腳。與其花錢去食一堆唔知來源嘅化學合成肉，不如俾多些少錢去一啲信譽良好、標明使用原切肉嘅餐廳，食得安心又對得住自己嘅身體。其實隨住北上消費嘅港人越來越多，我哋面對嘅飲食陷阱亦都唔止膠水合成肉一樣。內地嘅餐飲市場競爭極大，為咗突圍而出、控制成本，唔少餐廳都會用上各種生活黑客或者科技與狠活嘅手段。例如大家去飲手搖飲品，有啲平價果汁可能一滴真果汁都冇，全部都係用果汁、糖漿、香精同色素勾兌出嚟。又或者一啲麻辣燙、串串香，
佢哋個湯底之所以咁香咁濃郁，可能並唔係用豬骨或者牛骨熬製咗10幾個鐘，而係加咗一滴就可以香飄萬里嘅一滴香火鍋增香劑，甚至乎大家最中意食嘅毛肚、黃喉，有時睇落特別白淨、特別大塊，可能係經過雙氧水或者甲醛浸泡發脹。雖然食落爽脆，但長遠對健康影響極大。講咁多，並唔係叫大家唔好再返內地消費，或者危言聳聽，嚇到大家咩都唔敢食。相反，內地絕對有好多用心經營、堅持用優質新鮮食材嘅好餐廳同老字號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最重要係要提高自己嘅認知水平，學識分辨真假優劣，唔好盲目相信社交平台上嗰啲過度包裝、吹捧到天花龍鳳嘅探店影片。好多時嗰啲所謂嘅網紅店，只係賣弄噱頭，用極低嘅價錢吸引眼球，但背後嘅食材質素根本經唔起考驗。我哋要多啲觀察，多啲思考，寧願食少啲都要食好啲。出外旅遊，健康永遠排第一位。如果你因為貪平食咗啲劣質合成肉而搞到腸胃炎，破壞晒成個假期嘅心情不特止，仲要受皮肉之苦，真係得不償失。總括而言，大家下次再上去深圳或者珠海食無骨燒肉、打邊爐嘅時候，夾起塊肉之前，記得要停一停，諗一諗，睇清楚塊肉嘅形狀係咪太過完美，望真啲，佢嘅紋理係咪自然，煮熟之後會唔會散開？最重要係心入面要有一把秤，衡量下呢個價錢同佢提供嘅肉質係咪合理。只要大家保持警覺，唔好俾表面嘅平價蒙蔽雙眼，就一定可以喺享受美食嘅同時，避開呢啲無處不在嘅飲食陷阱，做個真正精明嘅食客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，等大家下次北上玩得開心，食得放心。既然講開北上飲食陷阱，其實除咗合成豬肉之外，你哋又遇過或者懷疑過邊啲菜式係充滿科技與狠活呢？留言同我分享下你哋嘅經歷啊！